今日今早起要出门的时阵，雨是落真大阵，受到这风面影响，中部地区今中昼开始也落大雨啊。民众赛车经过着中华便道去，予这连落来石头夹到。若讲到这国道1号上方呢，有货车因为落雨出一个冰车，甚至有台中的警察车这嫌烦要转去的时阵呢，无设立去弄着雨篮。讲到这大雨也影响到台中机场4个航班，气象署也要提醒这中北部的民众出门要注意落大雨，还有单位讲。救护人员斟酌检查伤势，紧急替伊包空喙。受伤的民众驶轿车伫驾驶座搁掉一粒大石头。13中昼，受伤的民众赛车经过中兴便道12公里处，予落落来的石头撼到，规手拢是血。公路段后续为了顾及用路人安全，随即关闭我们下午傍晚4点半班次的一个车队，以及明天早上7点的一个车队。那公路段在明天早上天气允许的状况之下，进行并坡安全的巡检，确认安全无虞后再进行开放。中部地区伫13中昼小连续落强降雨，也是雷公雨。毋若是中兴便道，国道1号监控画面，看到一台货柜车下晡3点外，经过往北的194公里处的时阵，疑似落雨路伤过起冰车，造成中化段大塞车。台中的东西分局是有警察车，中大对汤圆嫌烦倒来的时阵，结果伊路南145 K 32路段，因为落雨出去拢雨难。同车员警左小腿擦伤，嫌犯下巴与车内塑胶隔板碰撞，导致轻微擦伤。员警立即通知救护车借护至部立丰原医院检查治疗完毕，目前已解送本分局归案处理中。落大雨造成交通事故，嘛互台中机场中昼本地阁暂停地面作业，影响到航班4架次。看到电子看板顶悬要坐班机，显示讲因为天气延误，后被赶去金门转坐小三通的旅客是真无奈。因为我们小船都是5点，那个船是5点半，刚好下点大雷雨。那个小姐怎么跟你说的？她是说叫我们稍等一下。受到方面的影响，中北部开会出现低温时的强降雨，气象署下晡是持续针对云林以北、南投嘉义山区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民众要出去都要注意雷击、含透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